財政預算案提出，將每名飛機乘客的離境稅由120元加至200元。立法會今日首讀及二讀相關修草案。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表示，在本港的航點航班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，便大幅增加機場離境稅，會對航空業務的復甦造成障礙，希望當局三思。姚柏良表示，對於一些廉航來講，稅款的成本比機票還要高，超過60%的加幅令人覺得是一個相當大的升幅，而廉航本身是要靠薄利多銷，如果成本高的話，令乘客出行次數減少，會削弱航空輸出的功能。姚柏良說，深圳都有很多非內地的航點，而本港到深圳機場越來越方便，內地國際機場的新增航班越來越多，部分航班比香港便宜，現在亦有香港乘客到深圳或廣州轉機。他認為香港要考慮如何吸引更多大灣區居民使用香港國際機場，令到本港機場的樞紐地位更鞏固。姚柏良說，明白政府財赤希望增加收入，但亦要衡量方法的效果，如果得不償失未必是好選擇。他亦建議，在過境或轉機，當局提出的同一天轉機豁免離境稅，期望最少改為24小時內轉機豁免，甚至過境可以豁免，以免窒礙業界開拓更多客源使用香港機場。